吧，我们可都是为你好啊！你可千万别好赖不分啊，到时候有你哭的份儿。哎，如果你要真是你情我愿的话，那我们就考验考验他吧。你当每个男人都是戚民风啊？个个都得考验啊！真金不怕火来炼。我觉得东棉说的话靠谱，可以考验考验他。怎么考验啊？喂，你好。先生，你寂寞吗？我不寂寞，你谁呀？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受伤的女人，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能来陪一下我吗？我是一个你伤不起的男人，对不起，我陪不了你。先生，你能感受到我剧烈的心跳以及我冰凉的身体吗？我只听到你气喘吁吁的声音了。先生，好听吗？哦，先生，难道你不想看到我的身体吗？你不想抚摸我的身体吗？我的乳房丰满又柔软。我考虑一下吧。我真怀疑你是机转式的，那电话打的那叫一个浪。他竟然侮辱我的人格！他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是有身份的人，我是一青年女企业家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呀！他侮辱的不是你，是刚刚打电话的那个风骚女人。那还不是一个人吗？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？哎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律师怎么说的？中计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还义正言辞的，后来就有点招架不住了。他说他考虑一下。切，那不等于没有答应吗？他考虑一下，也有可能是拒绝。我不这么认为，他也有可能是考虑接受。要像我们家大伟那种正人君子，他一定会说不要骚扰我。你说的那是过去的杨大伟，换成现在的杨大伟，他早说，Oh baby, I'm waiting for you。不可能。